大家好，又係 Master 關於娛樂世界嘅時候啦，因為都年尾嘅，咁我亦都唔記得大家有冇聽翻我上年嘅世界運程預測。今年都大火啦，咁所以好多火嘅災禍發生咗啦。出年係仲大火啦，咁過往唔好講啦，我費事喺度蹭熱度，俾人覺得師傅馬後炮，師傅成日都馬後炮嘅。OK，咁今日第一講講咩咧？就點解特別會多啲話題講咧？我會講啦，出年嘅情況係天火同人啊，咁根據黃極經世講啦，咁天火同人有好多意義嘅，有啲人係根據易經卦辭去講啦，亦都有唔同嘅爻辭，根據好多爻意嘅變化啦。天火同人咧就係乾為天啦，咁上邊係金啦天啦，下邊有火燒住，咁咧佢所以亦都係一啲叫做改革變化，針對強權，針對一啲首腦，針對一啲嘢嘅變化，需要變化嘅時間同上年嘅甲卦咧。煞火甲有啲似，但係嗰個能量會仲強。每逢係丙午丁未嘅時間咧，呢個世界都進入咗比較多戰爭和亂嘅時間。有人話咁出年會唔會打仗咧？咁我成日都話其實依家都打緊仗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你見美國同中國或者美國同全世界都打緊冚冚聲嘅貿易戰嘅。阿侵就話基本上呢一個美國人就唔使交稅咧，遲啲淨係關稅都夠咁。但係當然啦，美國人因為關稅其實交咗好多稅嘅，有啲稅高到阿媽都唔認得。不過美國人都未死，仲見個經濟數據好似幾好咁樣，咁睇下究竟捱唔捱得住啊？先講幾個預測，逢親天火人要解天火同火嘅關係同人嘅關係先，因為咧天係代表乾，代表首領，代表腦，代表骨，代表剛健。咁意思係咩咧？就係原本已經存在嘅首腦、首領制度喺嚟緊嘅時間會得到強力嘅挑戰。咁我哋都講過，火係代表虛幻假嘢，咁所以變咗就係啲好多虛幻假嘢嘅嘢咧，今年就係都出到嚟。但係天火同人就係因為要用火嚟克金啊，咁所以假嘅嘢咧又假唔得晒嘅。開始啲真嘢會出嚟，咁所以變咗今年有幾個特點：一、舊有制度、舊有強權、舊有行業嘅首領、舊有既定嘅一啲良好形象。所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，咁樣講君子，即係佢個樣好好君子，又或者好 image 嘅嘢嘅，無論係金融界、娛樂界，或者政界或者軍界，總之呢一紮人今年都會有機會受到挑戰，甚至乎會換人，因為火克金啊嘛，有被煉製先，煉完死嘅會成就繼續落嚟，煉咗瓜柴嘅咁就唔得啦。咁今年嘅變化係大嘅，咁而且丙午呢一個流年天干地支咧，丙係太陽，下邊有午火，咁亦都可以係講呢個大爆炸、火箭爆炸、機器爆炸、所有爆炸。咁今年個火亦都強，好強嘅火去挑戰呢一個金咧，要好強勁嘅金先頂得住，即係好強勁嘅制度、好強勁嘅體制、好強勁嘅領袖先至會頂得住。如果唔係，基本上咧，根據一啲所有體系啊、規則啊，無論金融體系啦、國際規則啦，或者兩國之間嘅博弈啦，今年都會受到比較大嘅挑戰，而且博弈當中亦都因為有真有假，咁所以又發生一啲唔同嘅變化，亦都話真嘅假嘅嘢會出嚟。總樣嘢就係可能你啲假嘅科技、假嘅宣傳、假嘅嘢，講到自己好好，但係今年會被揭穿，詐騙集團都未寫晒啦，係咪？今年受到好大嘅衝擊啦。咁嚟緊呢2年都會有好大嘅挑戰嘅。咁但係咁講，我話九運亦都主虛假啦。舊有嘅詐騙龍頭可能就會受到挑戰，有新嘅詐騙集團出現都唔奇，呢啲會多啦。金下邊有火 ，OK， 咁係咩咧？火箭導彈都係金下有火嘅。其實我覺得今年都仲係有打仗戰爭嘅機會。咁你話唔係喎？好似俄烏依家都傾到好似傾掂數啦，好似傾掂數係嘅。就算俄烏打或者唔打咧，唔代表冇新嘅戰場，又或者唔代表佢哋冇事咁。你知啦，啲成日都有啲好強嘅大國，成日想攻佔啲細啲嘅地方。嗰啲我又唔知打唔打得成啦。我成日覺得佢都係做啲嘢嘅，但係做得好大好多又未必咁，因為佢嗰度會引發好多啲經濟啊、其他嘅博弈戰爭咧，就唔知啦。咁我覺得有呢個機會嘅，之後分別講翻唔同行業喺天火同人或者丙午年當中嘅變化嘅。咁依家再講一講就係咩咧？天火同人卦亦都講同人，同人者志同道合嘅人，又或者呢個件事就係要同理心去對待一啲其他嘅人。咁所以頭先講到啲領導受到挑戰、體制受到挑戰嘅時間，有冇同理心去睇外邊嘅人、外邊嘅世界、新一代新潮流點樣看待呢件事？你又接受有同理心，大家互相溝通，件事會好啲。但係如果你嘅處理方式係好強烈
掙扎、好強烈反擊、好強烈對抗咧，咁個結果通常就會比較似一個爆炸，因為即係火箭啊、炸彈啊、手榴彈之後，你後邊點火佢都係爆啊，咁所以變咗佢都係只係爆炸嘅情況嘅。咁頭先講詐騙啦，咁亦都講一啲虛擬貨幣嘅嘢，我覺得嗱，即係當然我又唔係好識啦。虛擬貨幣嘅嘢裏邊亦都有真假之間嘅分別啦，因為今年係真嘅會顯現，假嘅就會燒離、會消散、會爆炸。虛擬貨幣咧唔係所有每一隻虛擬貨幣都係好嘅，有啲虛擬貨幣就真係純粹應運而生，為咗斂財啫。咁你知都有某啲國家嘅總統都會買好多虛擬貨幣噶嘛，或者自己手揸，或者自己出啦。OK，咁嗰啲貨幣自己本身得唔得，你要留意嘅。所以今年如果假設佢唔具有實力，會被挑戰，哪怕佢好有名氣，都會死嘅。咁所以變咗就係有啲咩貨幣啊，有啲乜嘢應該要做要投資咧，大家自己小心啦。天火同人咧亦都講啦，亦都會需要提倡文明以保持佢嘅強健嘅地位，即係除咗佢講同理心之外，亦都知道世界潮流所趨，根據煉製而煉製之後佢能夠保持嘅精華更加精益求精。咁呢一個係會令到嗰個行業、嗰個企業、嗰個國家有一個更加大、更加好嘅發展。要喺呢一個大家互相政治、社會經濟鬥爭嘅壁壘當中，點樣可以繼續自己精益求精看待呢個科技發展？呢一個就係而家做好多企業、做好多公司嘅知道嘅嘢。咁大致上講連卦嘅部分就係咁啦。咁我都可以講多少少。我會講，我又唔係好想咁預測噶。不過我預測就係呢一年啊，因為個火好強，所以亦都會依然有一啲大嘅交通意外，甚至乎大嘅機器、大嘅金屬會冧會爆炸。我覺得今年香港再有大火災嘅機會唔係好大，因為啱啱喺11月過咗立冬之後發生咗，所以再發生嘅機會相對嚟講，我覺得會細啲嘅。我自己睇咁多，有立冬開始，下一年嘅氣運開始出現一啲爆炸、啲大嘅火災咧，我覺得都係會繼續出現嘅。所以嚟緊呢年咧，個火災都係會多嘅，但係去到好大型、好大鑊嘅咧，我又估計應該冇咁大件事。咁但係呢個淨係講香港，世界各地都依然有好多啲大嘅火災啊、金屬物啊、建築物啊爆炸啊。你話會唔會有啲好似俾啲大型嘅炸彈啊、飛機啊之類炸爆、炸爛啲建築物嗰啲咧？咁我都唔排除有呢件事嘅。但係機會係咪好大又未必嘅。不過出年成件事嘅代表有呢樣嘢，咁我都見到多咗人買啲防火用品啊、防火工具，咁大家都可以呢個時間自己買啲擺喺屋企咯，擺喺車又好，擺喺間屋企又好啦。咁未必話真係一定有用，但係到用嘅時間，可能令到件事嘅災禍機會少啲啦。咁下次再同大家講丙午年一啲行業我估嘅一啲趨勢，下次講，拜拜。